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吹风做伴，吹风做伴，一步一步向前行，一句一句讲袂煞。笑看游山玩水，沉入爱的深溪。天豆豆啊寒，风失去热情。要分开，整一枝梅送孤单，孤单伤心放声吼，越头大步行，行两步退一步，转去的路哪会这歹行？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67集，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吹风做伴》。所以咱邀请韩文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的含义，也有诗内底台语文的用字。吹风做伴，这我咧写的有一点啊，就是讲一个孤单的人。也是讲一个失恋的人，甚至讲一个真失意的人，孤孤单单，家己一个咧行，一个风感受到外面的风，伊就甲这个风当作若像一个人共款哦，拟人化哦，甲当作若像一个人共款这个大自然，这个风。互伊感觉讲，上无伊嘛有风含伊做伴若是即个风是个爱人啊，伊嘛是感觉讲，安尼嘛是真好啊，袂感觉伊是足孤单的人啊，所以讲，即篇吹风做伴，最主要是讲到一个孤单的人，一个失意的人，用大自然的变化，照即个外面的景。来抒发伊心中的情。这个人，这个失意的人，伊甲风当作伊的伴，一步一步向前行，一句一句讲袂煞。这个风敢会讲话？当然会哦。伊安怎讲话？伊就是迄个风咧透的声。伊个来当作讲风含伊咧讲话，相牵去游山玩水，沉入爱的深溪。伊去大自然世界去佚佗嘛，就若像去游山玩水。风不时在伊的身躯边若像伊咧含风乱来共款。天豆豆啊寒，华语讲的慢慢的。天慢慢的变冷了，风失去热情，你甲伊分开。即阵的风是冷风这是咧照即个景咧抒发伊心中的情所以即个风就无热情嘛，就要甲伊分开。即阵寒天的时有梅花开即个风。剪一枝梅送孤单，当然毋是真正甲梅花剪落来了这是讲孤单的人，伊看到这个梅花，伊就感觉讲，若像这个风无要陪伊上无伊会当去看梅花啦，若像梅花含伊做伴共款。这个孤单呢，风甲伊放散落，伊就足伤心的放声吼。风吹的声，足大声，咻咻叫
若像咧孤单，若像咧哭共款，无风含伊做伴。伊就越头大步走，即个越头就是咱向后转，越头大步走，走2步退1步。即阵寒天啊，风足透诶，伊本来是含风做伴，是顺风而行。伊即摆越头变成逆风而行。逆风而行，咱台语会当讲正风。伊转去诶路，那遮歹行。你若正风雷咧行路，当然是足歹行诶。所以孤单家己一个咧行，是足歹行。这个吹风诶吹面啊写呢？咱讲端直、端正、端正，端正的端把这个立正的立，把迄个立部拿掉，换手字平，换提手平，安尼就是吹风。这吹找寻叫做吹所以咱台语讲走吹，就是用走加吹这个，所以就是走吹。天豆豆啊寒，豆豆啊，这2字就是慢慢啊。爱字面怎写呢？顶悬一个水，下骹一个日，叫做豆豆啊，共款，这2字拢共款水加日叫做豆豆啊，就是慢慢啊、看看啊的意思。韩文老师这首《吹风做伴》内底有写着一句“剪一枝梅，送孤单”。选入去，咱邀请花草事务专家关秀萍小姐来为咱介绍梅仔树的特色。咱一般敢若知影讲，梅花就是我们的国花，有5个瓣。但是咱时常去梅岭去观赏梅花的时阵，咱敢若知影讲迄就是梅花，其实实际上咱看到的嘛有桃花，嘛有樱花，所以要安怎去甲伊熟悉？伊梅花、桃花甲樱花伊的差别是啥物？咱若是梅花，伊的叶啊虽然是5片，但是伊较圆。咱若是看桃花伊就是像水滴安尼，水滴的形体。若是樱花有起一颗，迄叫做樱花。过来就是讲，咱若是梅花伊古一枝开花，伊袂讲每一枝拢足侪蕊花。桃花是一枝伊有法度同齐2蕊花来开，就是讲一枝细枝病，伊就有法度好开2蕊。若樱花伊敢若一枝病出去，伊就有法度生足侪花，所以讲这就是伊无共款的所在。咱台湾梅花大部分拢集中伫中部落水溪、大肚溪以及大甲溪的上游。目前以南投、彰化、台东这3个县市是上济的。若是要去观赏梅花，若伫咱南部就是去梅岭。但是咱知影梅花伊会结迄个果，即个果咱阁会摕来做册卖啦，一寡生的物件叫做蜜饯，所以讲伊除了做蜜饯，阁会用做果酱，嘛用就是梅子酱、梅子汁。所以咱有的人讲梅花，嘛有人讲梅啊，嘛有人讲春梅，嘛有人讲青梅。剪一枝梅，送孤单。孤单伤心放声吼，越头大步走，走2步
退一步，转去的路那正歹行。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韩文老师写诗，关秀斌小姐讲解自然文史，洪昭文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江苏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次再继续空中再会。